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电视剧《俗女养成记2》。这个礼拜日要来播出到第4集，这个预告嘛来献光咯，加入到2个新的角色。李国义甲这个国际级的舞蹈家柯宏仪，另外还有一个神秘的人物阿豪，因分别是扮什么款的角色，带来什么款的故事呢？咱抢先报给乡亲看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来应征家教老师的。演导李国义以家教老师的身份加入俗女，和嘉玲妈妈心花开。第4集全新预告献光，李国义的角色真趣味，不过嘛，互人会流目屎。先讲阿豪啊，气无走水入去，那阵量早处理应该是无代志。我一世人，永远都拢无法度放下。阿嬷讲的神秘的阿豪是谁？爱等播出才会知影。自这个气氛看起来，可能会互观众流目屎。另外，啥人无过去，嘉玲爸爸的过去嘛来啊。有缘无分，就亲像来年前同款。有名舞蹈家柯宏仪演出嘉玲爸爸的旧情人，敢有可能旧情也绵绵？制作团队嘛播出前1集的幕后，这个性感画面原来还有经年期的部分。你哪来？你身体无爽快，我伫家辛苦。去唱歌，还有嘉玲做导游，甲国外人客带转去，嘛变做演员挑战英语的秀。无后拍戏的过程真趣味，除了袂等到后1集播出的时，先来看幕后的画面，还有预告嘛是袂歹。